再来看台中北区的保安宫，伫个5当前咧整理的时阵，发现3支电影的底片。这底片内底就是记录60当前保安宫去到台南进香的画面，有真闹热的镜头，也有影过台中的街路景致。这边也按算伫个后个月月初这个初时的时阵公开来放送，邀请民众做伙来看珍贵的历史画面。黑白的电影纪录片，翕的是60年前台中保安宫去南昆新进香的画面。济参与挂香的民众，热烈的镜头，还有过去街路的景色。早前的画面重新播送，民众坐伫标顶前静静看，大家拢真笑脸。看到迄个景色嘛，真怀念。较早有迄个三轮车吼，迄是阮囡仔时代才有咧坐，即卖都无得看。较早咧穿插加嘛真整齐啦吼，对，啊，搁有这样穿旗袍啦。台中北区的保安宫主要服侍五府千岁，为1950年开始，逐年拢会去南昆新大天府甲麻豆大天府进香挂火。庙方5年前整理庙事的时，意外发现3支电影底片，是过往的知名电影工作者何令明导演所翕的进香影片。影片呈现60年前保安宫去台南进香的珍贵画面。即摆这个时代已经无都放映啊嘛，拄好找到这个张大哥，用一个古董的迄机器来放这个影片安尼。真正吼，弄一个角头，放60年的时阵，拢浮去啊。所以我每一个剪接过的所在，我拢甲真定正放的时阵，真顺利。有翕到讲咱台中市足侪讲的地点，像讲咱台中路的一个火车路巷，代表讲因要出去咱南部的时阵，会经过一个所在。即马较发展的关系，足侪厝拢无留落来，所以讲咱对这个影片会使看到咱台中市一寡以早留来的一个部分安尼。庙方表示，这边找到的纪录影片呈现1960年代台中的景观甲民间信仰的活动。除了进行所谓典藏，也伫后个月初四伫保安宫举办播送活动，希望互更较侪人看到早前的历史影像。记者杨淑晴台中报道。